好，来继续来看国民党的总统初选。朱立伦讲，看不出来国民党的党中央2020的战略是啥。郭台铭认为，党内有一股莫名的势力在学郭台铭咧卡韩国瑜。郭台铭更加是批评这个白文的媒体，是全台湾学郭台铭的总司令部是上界大只的假韩粉。伊嘛认为，国民党无团结大家策略甲方法，记在每一个阵营的支持者互相攻击。准备要参选国民党总统初选的郭台铭，登到鸿海总部所在地土城，甲老厝边提早过5日节。不过，同款要参选国民党总统初选的朱立伦，伊讲有真侪人看无党中央2020选举的总战略是啥物？郭台铭更加认为党内拢无团结，不但没有大战略，而且是没有呢一个团结大家的这个没有一个团结大家的一个策略跟方法。全台黑锅总司令部就在这里，破坏党内团结的元凶，最大支的假粉们在这里。党中央有规划也说不定的哈，可能也都没有想法也说不定。本来一个党就要有一个大战略。过往两人批评党中央朱立伦是接受专访的时，讲到年金的改进，还是要回到加法经济的精神。一定要让快速加薪，基本工资、最低工资要快速提升到3万，然后我们要用强迫加薪法，全民加薪。有讲到经济甲少年人生育政策，朱立伦另外开战场，因为做基本的人选，拢唔知讲国民党的大战略，哪样想要伫2020年重返执政，恐惊还阁较拍拼哩。